向你姊妹平安。今仔日出大日，真晴朗的天气。咱早起时踏出欢喜的脚步来到圣殿吼，咱来串联圣诗，圣诗27首，上帝做阮代代帮赞。上帝做阮代代帮赞，也是将来愿望，互阮闪避大应风台，永恬安稳所在。第五节甲第六节，咱确定吟第一节、第五节、第六节。第五节，光阴得过，亲像大水，一阵互伊流去。功名富贵，宛然迷茫，实在拢是空空。第六节，上帝做阮代代帮助，搁做将来愿望。拄着艰苦，求你照顾，做阮永远问候。来，咱来吟第一节、第五节、第六节。上帝做阮代代帮助，也是将来愿望。互阮闪避大应风台，永恬安稳所在。第五节，光阴得过，亲像大水，已经互伊流去。功名富贵，宛然迷茫，实在拢是空空。第六节，上帝做阮代代帮助，搁做将来愿望。拄着艰苦，求你照顾，做阮永远问候。咱搁看305首。我活是为基督。第4节，尽忠到死，拢无放下，放下，尽忠到死，拢无放下，为主拼命到尾。咱来吟第一节甲第4节。我活是为基督，死伫你的有福。我的心望主的歌，做你心中路步。第4节，为主陪心意行，无达真情无体，尽忠到死，拢无放下，为主拼命到尾。请咱闭眼心来礼拜。
万国啊，恁着学乐耶和华；万百姓啊，恁着称呼伊，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耶和华的信实永远伫地。咱来用信诗学乐，信诗第27首，信诗27首，上帝做阮代代帮赞，请咱起立来吟。来讲读新的界面，咱做伙来读。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搭先知的总拳头。我以新的界面予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既然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来交读课文18篇，课英文18篇。咱三个来客应。主啊，你逐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这山也未生出。对逐世界你也未造成。对永远到永远，你是上帝。你互人归途。讲恁世间人着活倒转。因为在你看1000年，亲像已经过去的昨日，搁亲像暝间的一更。你亲像用大水把伊流去，因亲像困一醒，伊亲像草，早起时无声，闲时受挂就孤单。因为阮对你的生气就消灭，搁阮对你的发性来惊吓。你将阮的罪恶摆伫你的面前，将阮稳捌的歹摆伫你的面前的光明中。阮的日子拢经过伫你的大生气，
阮的年岁过了，亲像土一个开。阮一生的年龄是70岁，若是永壮，通到80岁。总是其中所看口的，不过是劳苦忧愁。你紧紧过，阮就飞去。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互阮得到智慧的心。妖花要到日子之时呢，求你倒转，为着你的路步来回心，求你早起时用你的慈爱，互阮满足。互阮一世人欢喜快乐。求你照你考测阮的日，照阮拄着患难的年。互阮欢喜，愿你的所做对你的奴仆显现，你的阳光对因的子孙显明。愿主阮的上帝的美妙点伫阮的顶面，愿你坚固阮的手所做的工，阮的手所做的工，愿你坚固伊。咱同心来祈祷。带领阮经过平安的2021年，我互阮进入2022年的主上帝，阮要向你献上阮的感谢。伫新的一年开始，阮需要你带领阮面对未来。阮知影只有你会当赐予阮力量、甲智慧。面对未来日子的挑战，求主帮助阮谦卑，将阮交伫你的手中，信靠你，我靠你。我要伫新的一年，照你的旨意来生活。伫未来无确定的生活中，我靠你不变的听。当阮回顾过去的一年，阮感谢你的恩典，超出阮所应得的。即时，阮伫你的面前谦卑，学要搁一摆决志为心，要伫今年同款与你做阮生命中心。毋望伫这新的一年，互阮充满期待甲信心，保守阮伫阮的生活中。有勇气选择正确的道路，愿主更新阮众兄弟心思意念，互阮心存谦卑，信心要伫主的面前领受圣神的感动，甲基督的教示，也互阮决意伫生活上、甲工作上，存基督的心做心，要得意爱上帝，疼家庭大细。疼厝边、疼需要的人，阮时时要为主做工干净，带人归主。阮要认真来找找你的心意，愿基督的形象点伫逐人的心上。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新歌队要献诗歌。有印伫个咱的桌布顶，请咱会当来唱的时阵，咱来看迄歌词。
感谢上帝疼是安尼啊深、安尼啊悬、安尼啊长、安尼啊宽，阮感谢主。领受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圣经，但以理书第2章17节甲23节，但以理书第2章17节甲23节。遮咱会当掀开圣经，也是周报后面有印咱的经文，咱做伙来看，我来讲读。但以理倒去伊的厝。将即个代志，甲伊的同伴哈拿尼亚、米沙勒、甲亚撒利亚讲，爱因祈祷，求上帝、求天顶的上帝怜悯，将即个梦的奥妙指明，互伊毋免甲巴比伦有智慧的人做伙受害。迄暗，上帝就伫异象中，将迄个梦的意思。但以理启示，但以理就颂赞天顶的上帝，讲愿上帝名得到称赞，世世代代无穷尽，伊全智全能，伊改变时间，变化季节，伊废除王选立王，伊互智慧的人有智慧，互聪明的人有知识。伊启示奥妙隐捌的事，伊知暗中的一切，广达伊同在。我的列祖的上帝啊，我感谢你，称赞你，因为你赐我智慧甲才能。阮求问你的，你已经启示我，将王爱要知的指示阮。咱请牧师来进道的题目是详述生命奥妙的上帝。时间交牧师。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当阮有时好亲像浪子，执意要来离开你，行家己爱行的路。主，你永远用深、悬、长、搁宽、真实的听。来听阮，愿你的话，你的神亲自掌管阮的心思意念，安慰阮，搁开阮的心门，来经历享受生命奥妙上帝无限的听。阮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21世纪会使讲是一个消费的时代。消费的价值观，互咱看到柴米油盐酱醋茶，侪侪数字顶面的需要，因为这个甲咱每一个人真有关系。牧师嘛是生活伫这个世代，无法度否认，这个日常的需要，甲咱有真大的关系甲影响，伊真正是重要。但是伫咱人有限的生命的中间，咱小可想一下，人搁较厉害，我的日子，咱讲即摆讲短50年，旧较长的时阵90年。进前姊妹牧师讲，咱圣经内底记载900几啊，互咱活1000年。其实伫上帝眼中，不过是亲像一暝共款，100年怎久？就过去啊！也是安尼，咱人伫一生伫世上，只有第一，而且柴米油盐酱醋，甲数字的顶面，安尼就真正是真可惜。上帝赐予咱世间人有2本真宝贵的册，咱讲关于生命奥秘有关的册，第一是咱的圣经。第二就是咱伊创造的大自然，上帝透过伊的启示、伊的创造的中间，要互世界人看上帝，咱的上帝真正是上帝。伊对世间人有无限的疼。但是如果咱伫教会里因，这是天父的世界。当咱礼拜煞了，咱行出礼拜堂，
咱对咱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甲迄个未信者共款，拢无啥物感觉。安尼就是真正是可笑。今年对北部的教会来讲是大年，马街破树伫台湾宣教150年。伊第一个学生叫做严清华甲咱玉梅姐因诶家族有淡薄仔关系哦。马街伫伊诶日记中间有记录，当伊宣教诶过程诶中间，除了甲台湾诶在学生读圣经吟诗了后，伊嘛带因去爬观音山，看花、看草、看上帝所创造诶大自然。牧师顶礼拜转去金门故乡，阮爸爸妈妈诶门口有一大片的开心农场，是真正的农场哦，毋是假哦，真正的大片。迄内底有种10几种的蔬菜，我较早转去几啊遍，无像即边的感受遮尔深。迄开心农场嘛，毋是真正是田，就是摕一寡土来，围个所在。迄是亲情，即摆人伫台湾，伊个厝无哩大，破旧伫遐种一寡土。我看我感受真深，就是土，有淡薄仔土，一个细粒的种子入去，红萝卜就走出去了，一寡蔬菜拢全部拢走出去啊，都种出来。我就在阮太太，阮爸爸讲，爸爸。哇！感谢上帝，你看安尼用对啊，爱感谢天啊！连因为怎样爱感谢天，赐因食，这礼拜真正是非常的寒冷，非常的寒冷。拜日昨昏有日头，牧师落去顶楼晒太阳。你读你的时阵，我嘛有深深的感受走出来，就是主啊，感谢你。虽然这个疫情这么严重，天气这么寒冷，但是上帝你永远你掌管，你创造你的大自然，你的太阳来烧阮的心。在阮讲，你掌管。今仔日正会长老所读的这段经文，嘛是但以理伊对内心发出对上帝上赞的诗啊。当上帝神甲咱同在时，会互咱深深的经历一段美好的代志发生的时阵，咱真自然，咱会对心肝底发出懊恼。咱知影咱敬听的王兰阿嬷对去年12月22号急诊入院，一直到拜5，我接到伊的看护讲，王兰阿嬷出院啊！而这20几天的过程中间，我感觉规教会兄弟姊妹也知影的人，大家拢放伫心内，迄个心情真沉重。一个90几岁阿嬷，搁伫病院咧住院。当听到这好消息的时阵，阮两位牧师真侪兄弟姊妹，大家非常对心内非常的欢喜，咱得到大奖共款。咱俄罗主的医治怜悯，甲看顾咱的这个姊妹。但以理这段懊恼的诗歌背后是有一个原因。咱对但以理第2章一开始，咱就记载一位，迄当时大的人物，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伊天毋惊，地嘛是毋惊，伊所有的权力比现在国家的领导者大真多。伊随时会使决定一群人要互死还互死。伊享受的是世界荣华富贵，有真侪人咧在服侍。但圣经记载，即款的人，伊的身心受搅吵，伊心烦意乱，甚至讲困袂去。各位兄弟，原来困袂去，毋是无钱无势人会困袂去，有钱有势人嘛是共款会困袂去咧。所以我调查一下暗时好困的兄弟姊妹举手一下。恭喜你，拢是得到大奖，你拢是幸福的人啊！所以会困会起的人，就是幸福的人啊。这个王尼布甲尼撒，
伊虽然有大的江山，有济的美人，有真侪智慧的部下，有千军万马的军队，但因为这梦小小这梦的问题，就互伊非常的艰苦。伊常常暗时你困的时阵，咱醒起来，因为梦中的问题困扰伊，伊无法度来处理。伊会使讲要抬送就抬送，伊一下令落，咱规教会拢甲咱抬掉。伊有这个权利，但是伊个梦伊就无法度来解决。圣经讲伊大生气，下令要将所有因为智慧的人除去，除非伊的梦得到解决。咱知影，当一个人伊的理智失去理智的时阵，毋知会发生什么代志，咱毋知。这个王的反应，互咱知影，当人对存在这个代志无安全感的时阵，迄阵这个人就好亲像漂流伫海上，毋知影要去倒一个所在。是啊，这嘛是咱即摆现代真侪忧郁症。还是个精神有问题的人，伊发生的是，伊毋知影伊即条船要去倒一个所在。这时人会想办法用任何的方式，互家己有安全感。可能是透过地位、名声、金钱、官兵的追求，甲控制。但是当一个人伊得到愈来愈多，伊爬愈来愈高的时阵，一般人会知心目即款人讲，透动啦，伊应该是无烦无恼啊。伊遮有钱的人、有地位的人，应该是无烦恼无恼。但事实上，敢是安尼？当一个人得到愈来愈多，爬愈来愈高的时阵，伊对内心真深的所在，竟然会反转的有走出一块无安全感。这时的尼布甲尼撒王可能就是安尼，所谓的人在高处不胜寒啊。因为无顺捌高处过，所以我唔知影不胜寒是啥物意思哈。迄经过啊，可能咱在座有一寡长辈捌安尼。那么多少有安尼经验，就是为什么当咱人努力咧打拼人生的过程的中间，忽然间有一个念头走出来。生命存在意义是甚物？人生方向到落尾，佫是甚物？明明当人咧享受家己打拼美好的时阵，咱会感觉这物件是虚虚空空，淡薄假，好像不是很牢靠，稍纵即逝。我亲像到落尾，这拢会成做悲剧。悲伤来收场，啊是安尼，人只好用搁较侪外在来装透咱内心的惊吓，继续无奈一天过一天。今日经文内底，尼布甲尼撒这个王拄着梦的问题，是关于咱人内心深底上落尾生命的问题要解决。人常常感觉凡事一定要有一个答案。人一生的中间的问题一定有法度来解决。但是咱看圣经写尼布甲尼撒，这有关系。同时，佫有真侪智慧的人，你帮助伊的人，伊较无法度把伊的问题无法度来解决。原来世上的关系，较智慧是哪？是有限制。其实咱人所受的限制，超过咱所想袂到的多搁多啊！今日的经文17节到19节，咱周报后面咱会再看17节到19节。但伊哩转去伊的厝，将即个代志在伊的同伴、伊三个同伴讲，爱伊三个同伴做伙祈祷，求天顶的上帝来怜悯，将即个梦的奥妙来指示，互伊甲巴比伦所有智慧的人袂受害。迄暗，上帝就伫伊的梦中，将即个异象
早但以理启示。但以理得到这个异象了，伊就阿罗天顶的上帝。咱若按照咱教会读经的进度，你读的时阵，咱知影第1章，咱就知影但以理甲伊3个朋友是对耶路撒冷受掠去巴比伦。但是伊伫巴比伦的期间，伊坚持身份，什么身份？就是上帝囝儿的身份。拜过物件，伊无要食。伫迄当时是非常的勇敢的决定。但是但以理对上帝的明白，伊知影上帝是真正的上帝，赢过迄当时真侪神明的上帝。伊有信靠的信心。上帝一定会甲伊同在。兄弟姊妹，咱敢有这款的信心？对咱的上帝有这款的信心？果然，咱对经文咱知影，上帝感动但以理身躯边的人，互但以理一关一关搁过去。今仔日拄着危机的时阵，但以理的行动真侪咱信仰的典范。但以理无用伊家己所有的知识、才能，以及超出世上任何方法来解决梦的问题。但以理甲伊3个朋友第一个时间同心祈祷，同心祈祷。无数因啥有听兄弟姊妹讲，祈祷嘛无效啦。因第一时间同心祈祷，求上帝怜悯指示。因为但以理知影，想事性命源头是上帝，无上帝无法度解决的代志。上帝意思会帮助伊，指示因来帮这尼布甲尼撒会梦的问题来解决。因为这个梦的问题。嘛是咱每一个人生命中落尾上爱拄着的问题。对咱基督徒来讲，伫信仰的路程的中间，咱常常面对试炼，有的人讲是危机。其实有时是上帝要予咱一个转变的机会。咱每一个人的试炼拢无共款，有时是当你受洗了后，你的试炼就搁较多。因为上帝疼你，上帝试炼可是咱每一个人，有的人是骄傲，伊的自尊、伊的民主，伊比较侪的问题，甚至有的人是来自伊的原生家庭的伤害、工作顶面一寡情甲色、金钱人际关系的问题。上帝常常透过环境，甚至是咱信仰的团体、兄弟姊妹帮助咱调整，将咱生命中一寡的问题拄去。所以危机反转成做咱信仰的试金石经过一遍又一遍的操练，互咱对上帝的明白的哪来哪深嘛。对上帝的信心嘛，同款的哪来哪大，并且上帝嘛会透过咱，亲像但以理，伫危机的中间，毋是仅仅救家己的性命，透过但以理解决王的问题，拯救当时有智慧的外邦的人，见证上帝的伟大。意思是讲，试炼互咱的信仰、生命的成长。并且会互咱成做世上的光甲盐。这款的试炼是基督徒一世人的代志，牧者嘛是同款的经历。对牧者来讲，伫牧会每一个阶段的挑战拢无同款，尤其当牧者你转化教会时，挑战搁较大。会记得初期来咱建成的时阵，虽然我甲姊妹牧师有属于阮家己的学习，阮的神学，
阮的圣经知识，以及阮侪无共款生命的历练。但当阮受呼召来到建成教会，咱遮大大小小有150人的教会，阮嘛是会惊吓。咱建成教会是真活泼的教会，这中间有3年的时间，无专职的牧者咧牧养咱。教会的方向到底是对？教会的意向到底是啥物？感谢主，伫初期迄段时间，上帝感动阮，当阮送子爱去读日新国小了后，阮跪伫礼拜堂，咧读经祈祷，阮谦卑跪落求上帝的怜悯带领。将要带领建成的奥妙赏赐予阮，感谢主，迄就是咱建成即摆的意向。我迄天有参另外一个教会的长老李林家比有一条代志，伊讲牧师，恁今年有啥物计划？我就讲互听。伊讲因要求因的牧师每一年拢有每一年的计划，每一年的主题。我讲无，阮若是有领受意向，就是今仔一个主题。建成要建立一个荣耀上帝的教会，这是咱上大的意向。伫即个下面，咱爱宣传信徒，每一个兄弟姊妹拢袂知无代志通做。万民皆祭司，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会知正做基督的勇士啊！伫即个下面，咱爱努力打拼、读经、祈祷，咱爱伫每一个团契、每一个所在来委身服侍，咱爱伫咱的信用团队学习彼此相听的功课。接下但以理第20章20到23章，是但以理对上帝懊恼的诗歌。懊恼的诗歌。当但以理得到上帝所启示的奥妙，解决问题，甲面对困境、试炼的力量的时阵，但以理下面的行动，又成做咱信仰的典范啊！但以理无因为得到上帝启示，就真正真骄傲。某人因为我的祈祷，伊较好起；某人因为我怎样，毋是。咱讲的这是一般咱讲属灵成长的经验，但伊咧反转对内心懊恼上帝，用诗歌来懊恼上帝。咱嘛做伙从21节到23节，好无？咱看周报，咱用这段来懊恼咱的上帝，尤其伫这疫情的中间，咱知影上帝掌权啊！来，请伊改变时间，变化过节。伊废除王，选立王；伊互智慧的人有智慧，互聪明的人有知识。伊启示奥妙隐密的事，伊在暗中的一切，光甲伊同在。我的列祖的上帝啊，我感谢你，称赞你，因为你赐我智慧甲才能。我有你已经启示我，将红海要知指示我。但以理知影，上帝是历史的主宰，伊嘛是早伫的、如今伫的、未来依然阁伫的上帝。智慧、聪明，拢总是对上帝来啊！上帝愿意赏赐伊的智慧，互咱在座每一个人。但以理嘛知影，伊的智慧、聪明是对上帝予伊的，无任何的事，伫暗中的隐密的事，无伫伊面前来显现，因为上帝是光啊，并且上帝是历史中审判上帝，伊嘛是要历史中按伊的计划来拯救人的上帝。但以理来看，伊知影，伊来看。上帝审判以色列，但是上帝嘛拯救世间人。在座的咱嘛是上帝拯救计划其中，咱嘛是外邦人，咱受拯救的。
当但以理对上帝的明白愈来愈加添的时阵，伊就愈来愈谦卑，因为伊知影人是即款的有限、致密性，亲像土粉同款。也毋是上帝的怜悯，咱人无法度徛在世间。所以，但以理顺坦上帝安排，并且对心底发出阿罗上帝的诗歌。各位兄弟，耶稣基督就是世界的光啊！当咱伫光行伫光的中间的时阵，咱就无陷入伫黑暗的中间。2022年，新年新希望，希望咱甲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新年新希望，牧师嘛鼓励咱兄弟姊妹，无管咱得时，无管好的时阵，还是管咱无得时的时阵，咱感觉歹的时阵，咱拢爱常常对心底来阿罗上帝啊！咱倚靠守护性命奥妙的上帝，信心的大开力一定会帮助咱，互咱内心心底性命的问题得到解决。咱内心心底迄个问题也无法度解决，咱逐工会感觉心浮浮啊。当咱内心的迄心底受解决了后，咱会伫耶稣的听的内底，经历真正的平安、喜乐、佮好困。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长、深、悬看会听。你千万人的中间来竞选阮，成做你的囝儿。你这个混乱的世界有真侪引诱，真侪攻击，常常互阮真惊吓。愿主你帮助阮，倚靠主的权能，今日主你爱阮行的路上，也是安尼，阮有迄个信心甲愿望，主你会甲阮同在，会互阮每一天有喜乐平安。阮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来因信息回应主的教示，信息第305首，信息第305首，我是为基督，请咱起立来吟。请坐，奉献，咱请招待团工来进行。
咱起立来迎奉下的诗歌。请坐。公道，咱公道，咱要为咱遮教会集体，咱请为着亲子节、慧英节、王兰妈、丽水兄、算英节、甘基节、玲玲姐、美芝姐、丽慧姐、慧忠哥、盛雄兄、慧良兄、秀龙姐、一梅、杜昭、谢东初就是凯华的舅舅哈，我们史凯华执事的舅舅，以诺小朋友，韦化疗、韦毅力、结伟爸爸、张明弟兄、世军弟兄、朝明曹明好，曹明兄、美妹姐、千惠爸爸好，及怀孕中的心如，那为着咱伫困境中，咱应同款会当吼。真来学罗上帝的权利，相信主的信是较稳定，要带领咱经过吼，咱即阵的困难困境，咱若要为全球防疫政策、台湾本土疫情会当得到控制，吼，互政府伫个疫情中的政策布局，互主保守吼台湾即片土地，咱请咱开声来祈祷。主啊，伫这新的一年，我们特别为着百姓，研究感谢。虽然疫情还没结束，虽然疫情还不好看，一些比较难受，希望随时帮助在这困难环境中，你所有的百姓，安尼我是因为我看起你为讲开心的道路，我有百倍祝福伫阮中间，阮讲袂在。主啊，阮伫这新的一年，我要特别为着台湾的百姓献上乌鲁达感谢。虽然疫情还未结束，你按你的旨意来保护台湾，你是阮的避难所，是阮随时的帮山。伫这困难的环境中，你祝福互台湾百姓，按你丰盛的恩恩应允。互阮看见你为阮开新的道路，互阮有百倍祝福伫阮中间，互阮教会会当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诚做美好的见证。透过你的教会，诚做祝福的器皿来行善事。台湾是阮所爱的土地，互阮用爱甲祈祷来诚做。这个所在祝福，互你的旨意行伫地上，如同行伫天顶。
阮若要按照主所教示的主祷文，三甲基督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无伫传阮入日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御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报告，本周聚会活动到担当职务者，请咱大家注意时间，事先做准备。那大多的事项，请伫咱基督中继续关心。那团契的消息，咱教会消息，本主日爱餐以后要进行全教会岁末大扫除哈。咱各团契咱要除旧迎新，咱请各团契会长留意咱总务部有公告，也有分配工课咱要打扫的工课，请咱各团契的会长会当带领你的契友来共同为咱所爱教会来进行这个大扫除。来，本主日下午2点，建成篮球队要举行年度选秀，愿主祝福保守咱的篮球事工，福音事工，继续有带领偌济无道友，因为爱拍这篮球来甲教会，来是各团体会长，请负责将和会手册，注意这个时间，和会手册的资料，2021年的事工报告，到2022年事工计划，咱你的财务报表，伫咧即礼拜进前，交互咱的干事，咱还要校对，还要编印，学和会手册，甲循和会手册要爱的人，咱会有一个登记，后来即日起，这已经知影咱落即马无2个人的名啦伊讲个人奉献，咱请就是已经咱1月份开始已经实施所以请大家配合。后来团契消息是，咱的岁末大扫除以后差不多1点青色团契有聚会主题是漫谈之夫妻对话今仔日下午1点。后来1月21号拜五上午10点，乡里团契聚会，主理是知美牧师。后来是第3点，1月22到23拜6礼拜，新创的团契本来按照计划是本来预定啦，是要去桃园青年体验学习园区，大地点我领拄好是桃园受这疫情影响小心起见啦人讲说哩无实本所以咱就要延期请注意咱家长也是讲亲善团契注意咱的这个时间要延期是会办，不过唔是最近啦咱等疫情受到控制小心起见好，那再来就是咱即马咱的奉献报告奉献的明细。然后唔对的，咱请搭向会计出来登记。好，咱即马要起立来吟信诗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请咱起立来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帮助甲扶持，互咱伫未来日子，无管咱是得时不得时，咱讲对心内阿罗主上帝，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道闭会。